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玉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嘅，知道係一段真溫暖嘅故事。因為有隻溫暖唔但像係真正實際上最度享受到嘅溫暖，我知道還有情感度嘅溫暖。因為有一段真溫暖嘅故事，我知道清澈的同大家來分享。韓國有條事情其實已經持續進行嘅10多年咧，我知道真無簡單。所以今日就係乜嘢咯？細細格格來分享佢哋，來分享溫馨廚房嘅創辦人高興分享。大家好，我是溫馨廚房的創辦人，我是高興。那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這邊認識大家。很高興可以來這裡認識大家，分享。接下來了分享大家咪係 Q 下嘅夥伴哦，來分享志寬分享。大家好，我係劉志寬，同歡喜來到呀。哦，分享兩位哦，兩位全部都同後生，韓國我咪係苗栗人啊，兩位咪係苗栗人，都在苗栗台。志寬雖然唔係客家人，但是也是在從小在三義長大，對不對？然後志寬係客家人。哦，高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嗎？你的名字很特別，對不對？媽媽取的。媽媽取的。媽媽是看到你，希望你每天都懂歡喜，很高興這樣子。我覺得應該是他給我的期許這樣子。哦，對，因為看到高興跟名哎，不能直接講歡喜，因為歡喜是形容詞嘛。對，對，就是高興就會加個名的發音，就會懂歡喜的意思。基本也有像到兩個，就真給看起來就懂後生，兩個就是應該就是都大學畢業沒多久吧。怎麼說算久呢？反正就是沒有超過10年嘛，一定的嘛，對吧？沒有超過10年，對。鼓手，然後你沒有啊？對啊，你沒有吧？對，兩個都懂後生，然後有一些的靦腆。今日來到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嘛個喏。其實我同大家來分享一段動溫暖嘅故事。今日到3年啊，就所在但一年我有2擺，我去自家煮湯，還有送湯俾叫做自家帶嘅一條困苦嘅一條老人家。所以也係一段樣板嘅故事。這個高興你都第二國中3年生，國3那一年，你就創辦了要叫溫馨廚房。為什麼你當初會有按樣嘅想法，想會做這件事情？其實這個要講到我國3畢業的時候，我的媽媽那個時候就讓我去參加一個環島的行程這樣子。然後其實，在環島的行程中間有安排一些台灣各地的一些志工服務的，我們有去參觀啦。對。然後呢，回來的時候其實就有一些感觸，每個人在為了自己的家鄉做一些事情。那我們可不可以做一些什麼？其實也是媽媽有引導。然後那時候教會的牧師就有一個溫馨夢想計劃。然後會給你一筆錢，對，然後呢，這筆錢你就可以寫一個計劃，說你要做什麼樣的事情，然後呢，我就決定做這個溫馨廚房這樣子。所以當初就決定說要做這樣子的一件事，但是因為當時你知道國中3年生，你知道國3的小朋友怎麼會想說我會煮湯，我會煮東西送給老人家？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對象跟執行的方式？那基本上為什麼會選擇獨居老人跟其實為什麼會做，其實也是父母有支持啊，而且他們本來就自己有在做這個，那個時候叫做苗栗縣政府的送愛心服務到家，對，就是有送物資給這些獨居的長輩。然後那時候他們在送的時候，其實我才國小。然後為什麼會選擇獨居老人的這個族群，就是因為這樣子。小的時候，那個時候有遇到一個住在鯉魚潭。鯉魚潭那邊的一個阿公啊，他很瘦，會有營養不良的問題。那他基本上就是會營養不良昏倒，送醫院是常態發生。然後我們就有發現一個問題是，很多的社福團體啊，他們會因為是保存性的問題，他們只能送泡麵或者是罐頭這類的東西。然後以前喜歡送米跟醬油非常多，所以以前我們送愛心服務大家比較多是送這一類的東西。對。但其實很不適合長輩需要的營養這樣子，所以他常常會有這個問題。那我們就想到這個問題，那想說可不可以自己煮營養的湯品給長輩，才會選擇獨居老人的這個族群跟發想的過程是這樣，幫他們補充營養這樣子。對，其實我所以係一個很好的想法。不過啊，做一件事情一3人做唔到嘛，一個人沒辦法。聽說我有多年，我有一個團隊嘅干業，所以志寬就加入了。志寬干業嘅時間，嗰陣時你記得誰？還記得冇？
14歲。14歲，可能要喺過做2年生、3年生。差不多。差不多，要喺計公司來加入溫馨廚房。不過計公司嘅生意呢，就是當上會出去撩啊。你有冇想到講，撩嘢冇辦法不用撩，還會去煮湯、送湯也得。我們那時候假日有那個客服班，然後就是撩嘢會上課就超嘅。然後那時候那個高興就問我說，要不要來一起送湯？然後就，對，他說要不要一起來幫我們辦活動這樣子，然後他就說那天要去一個奶奶家刷油漆，然後我就覺得好像蠻好玩的，然後就跟家人提這件事情，然後家人就同意了，他們覺得說除了讀書還有其他事情可以發展這樣子，所以就同意我去跟高興去送湯刷油漆，所以我就第一次這樣子踏入溫馨廚房。所以亮傻笨蛋就說是以前就認識，是好朋友吧？我們是鄰居鄰居想說是2個人遲疑。亮傻笨蛋就說是黑朋友，因為高興就揪你去做亞件事情，然後你就吃到講，撩你笨蛋會去上課，但是想說不想去上課，沒錯，真的啊？差不多，就想說，就是不是去上課，做得去做哪個一天啊？除了讀圖書以外，還有其他咩親有意義的事情。故時候就按呢。一車維持做的研究，就是這樣子的亞種法通做的研究的時間。我們做到現在還有在活動這樣子。到現在，對，溫馨廚房到現在應該有14年了。14年。不知不覺吼，唔到底的就研究的時間。故時候一車就圖書，可能都苗栗，人家都苗栗圖書讀研究的。你們在苗栗待多久？讀到大學。就大學連大學都在苗栗，志寬，我也是，你也是。故時候就2、3年，撩你就會喊他會轉去溫馨廚房，按用一車天數按呢。所以就一直持續到現在。我真吃到也係一件輕某簡單的事情。不過我留下了，我用版留下了喏。導演高興你是創辦人嘛，導演就是會要一直留下來，這可以理解。但是志寬，怎麼該會印象會留下來？你去服務的時間有嘛該把你印象懂深刻的一點記憶嗎？還記得你第一擺服務的對象？我們第一次服務的時候，就是到那個我第一次跟高興去刷油漆，然後我們就到一個奶奶家，然後看到奶奶本人的時候，就發現說，就那時候奶奶說可不可以幫她拿東西，然後就心裡想說幹嘛幫你拿東西，然後後面發現說，她奶奶居然沒有手，她就是真的就是物理意義上她一隻手就不見了，但是前面就有個像哆啦 A 夢的小圓球。對，然後就被震驚到，想說，他怎麼這樣子？然後我們那天活動是幫他刷油漆嘛，就是那個奶奶一直有跟我們說，他只要下雨天，他們外面下大雨，他們裡面就他房子裡面就下，對，所以就是請我們幫忙刷油漆，所以我們就是花了1個早上，然後幫他做家裡的整治這樣子，然後在整理家裡的過程中，然後我發現說，奶奶她家有很多藥袋，然後那個藥袋是。可是我自己阿嬤的5倍、10倍那麼多這樣子，然後後面再去問阿嬤，她就說她可能患了好幾種癌症，對，然後現在已經80、90歲了，我就覺得很感動，就是她看到一個生命的堅強這樣子，對。也知道談起來，迄先想到出題做得同樣的師太人來好奇到跟人生的觀念以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溫馨廚房做的非常非常多事情。剛剛講到的，愛煮湯、愛送湯以外，你剛剛講到還愛去了解的天數，像刷油漆啊這些事情也要幫忙。所以溫馨廚房不但像係提供煮湯、送湯，其實還會有一些周邊的服務，對不對？比如說像是刷油漆，還有哪的？基本上我覺得這些衍生服務，在我一開始寫的計劃其實都沒有。對，我覺得它變成在服務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看見需要。對，像剛才前面講到很多物資會送的過多嘛，像有些長輩家裡可能有過多的醬油、過多的沙拉油、過多的米，那這可能是你覺得他需要什麼你就給他什麼，對。但是呢，我覺得在服務中看見需要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包括擦油漆也是跟奶奶在聊天的過程中就發現，他的家裡會有漏水的問題，那我把牆面重新粉刷過，可能可以去解決。然後包括之前有一個阿公也是說，我家裡的窗戶就是有某一個洞，風會一直吹進來，剛好吹到我的床，所以可以幫我補嗎？然後或者是
可能有長輩說，他的冬天的被子不夠，對，其實都是從聊天聊出來的。包括我們會幫長輩慶生，也是從聊天，就是知道阿公你前天，你過幾天要生日了，或者是之前是帶他去看醫生，然後去看醫生要拿健保卡嘛，阿公你下個月生日，那幫你慶生好不好？然後才會在服務中發現一些東西去衍生我們的服務這樣子。哇，甚至還有看到還有什麼量血壓這種簡單的測量這樣子。那個量血壓是有一次我們第一次辦量血壓，我記得是在教會的場地，然後那時候是帶他們來活動，順便量血壓，然後發現一個阿公的血壓好像160還180，反正就是已經過高了。對啊，就是已經過高了，然後我們才发現可能很多長輩都有這個問題，然後之後就有人有捐一些血壓計，然後我們就去的時候就會順便量一下，注意這樣提醒吃藥。哇，真嘅，我知道，有安用嘅一個團隊在苗栗，真嘅係一件非常溫暖嘅事情。其實今日還有同感動人嘅故事，都在同大家來分享哦。而且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大家又做到福氣來咧，我係總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小叫溫馨廚房。我知道苗栗有安樣嘅一個團隊，我知道親溫暖。也到雖然咧對一開始創辦的時節，可能將各種3年生都也下已經係細阿哥嘅，就是大男孩。啊，唔過還係繼續維續等也只大家嘅重要，還係繼續來進行，一直到也下14年安久嘅時間。啊，唔過係唔係做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設計大家愛來出任務的時節，這一天大家要去煮湯，要去送湯的人員，大家太體驗，某個時間點，大家大概都在做什麼 ？OK， 基本上我們有分成2個組別，一個是送湯組，然後呢，一個就是廚房組這樣子。然後呢，廚房組基本上大概8點半9點左右到就可以，然後就開始買菜，也是蠻早的，蠻早的。買菜準備煮湯11點前就要送，所以一定要在11點前煮好。哦，對，因為普通沒有一段時間，因為很多湯可能都要等待。對。然後另外一組是物資組，然後他們基本上就是要統計今天有誰送了什麼物資，可能像今天有多少的水果，然後今天有什麼其他，可能有時候會有送一些餅乾，或者是一些像衛生紙啊、口罩啊什麼都有可能，所以說統計今天所有的物資去分配好，一戶一戶這樣子，然後11點也是統一要做好這件事情，然後就一起去送這樣。然後就送餐組就是把它送出去這樣子，就大家一起送，對，大概會送到下午將近1點。哇哦，因為人家唔單槍送湯過去，可能還會去大嘴鼓去聊天一下，去關心一下食材人啊，可能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有可能還會來髒東西呀，這個也是在送湯的時候。同時來進行嘛，就是修理這些。修理的話算是特別啦，像是比如說上次說阿寬說那次的刷油漆，其實奶奶有這個需求，我們特別安排1天，因為刷油漆要比較長的時間。對，所以就是特別去約時間，說什麼時候去做這件事情。對，嗰時候我知道像安陽嘅一個其實大家就是會發太硬日啦，差不多就是要1天。因為結束以後轉來，唐工還會開會，是不是？還要開會？大概1點多，可能大概開到2點多左右。跟安陽嘅開會，大家的開會的時間，大概都要分享什麼？開會的時間大概就是講一下你今天有注意到什麼事情，因為我們說有很多的需求是在跟長輩的聊天中會發現的嘛。對。可能有一個長輩可能說，最近我覺得我家蚊子很多啊，然後都會被咬什麼的。他可能只是跟你講這件事情，你可能就意識到，他這邊蚊子很多，那我們開會就可以提出來，下次可能就帶一些防蚊液或者是蚊香、蚊帳什麼。之前我們是有送過蚊帳。所以像之前你係送餐組的，你係唔係就係特別要注意啊的事情？對，
就我們到長輩家裡的時候，我們都會另外再花一點時間跟長輩去講講話、聊聊天這樣子。然後就當然，首先我們會注意他們的身體健康，所以我們就是一定會幫他們量血壓，然後每個長輩都會量血壓這樣子，然後注意說他們的血壓狀況，然後之後就跟他們聊天，然後就像高鑫有講到說，他們可能講說，他們家蚊帳怎麼樣啊，或我們小朋友也會去，對，也會注意一下，像。之前就會有一個人家，他們家囤了很多物，就是也不算物資，囤了很多垃圾。然後後面我們就是有對，囤物症這樣子。然後我們就是後面有特別的安排一天，然後到他們家幫忙大掃除。哇，所以就會注意懂到細個小細節，全部就會留意注意，然後再同大家分享一下自信啊，大家下一到過去的時間，可能就看見到有乜個需求，就分見到他們需要的東西。我覺得這樣真的很棒，而且不但像按呢，除了大咧兩百以外，甚至讀到一條特別的建議，什麼節慶啊、節日，係唔係沒有為家的特別有做其他的事情，就是節慶有那些特別版的聚會這樣子。基本上我們就是中秋、端午、過年這幾個節日嘛。中秋節我們之前有做過水蒸蛋糕，對，然後呢，端午節有包過粽子。就小朋友去給他包粽哎啊！小朋友我們有請老人家來教啊。好可愛哦。然後到了過年有辦一個圍爐這樣子，圍爐那時候也是從聊天中發現，那個時候就是那個阿寬講那邱奶奶，就是手對那個奶奶，她那個時候我就問她說她有沒有要就是回家過年，然後因為她的小朋友在台北，然後她那一年好像沒有。就他小朋友好像沒有要回來，然後呢，我就說那不然的話，我們就一起過年，然後我就把一群的老人家就集結在一起，然後辦一個圍爐這樣子，那是第一屆的時候。哇，那個圍爐有什麼特別的記憶嗎？志寬有參加？有，我剛好我沒有參加第一屆圍爐，然後那時候我們圍爐應該是。我印象中好像請了5桌的長輩來吧。對，然後我們就是我那時候是負責送那個餐點到長輩桌上這樣子，像服務生。好可愛哦。然後我們就，因為我們大家那時候都沒有吃到早餐，好像那個很早就開始活動的時候，我們沒有吃到早餐，所以那時候一直送，就我們把菜端回去。那個端回去廚房的時候，我們服務生在後面都會把撿那個長輩剩菜錢。你說是他人家就說太過後啊，送轉去個碗盤呀，就是純的，去把那個黏來食。對，就有一些像什麼掛包啊、包子這種單顆的，他們只要吃剩，我們就把它拿起來吃掉。天哪，所以就你剛才看到一群服務生，然後這個可能嘴巴鼓鼓，然後在端盤。好可愛哦！但是雖然懂辛苦，雖然可能都是要點了做要的事情。但這個過程你還會懂歡喜，對，這個過程你還是非常開心的。對，就是過程中跟大家互動，然後一起完成一件事的感覺很有趣這樣子。而且唔單像安尼哦，還會特別帶家的出去聊也是我們喺懂某簡單的事情，帶他們出去玩。對，蠻不容易的。對，出去玩基本上有幾個，就是要先想要去哪裡嘛。然後呢，去哪裡之後呢，就要聯絡那邊，說我們有多少人，然後要吃什麼，吃的東西是否適合給長輩吃，然後再就是交通問題。交通問題其實，因為我們現在有那個，我們有去申請那富康巴士，以前都是請家長啊或朋友就自己可不可以幫忙開車載這樣子，然後就載長輩出去玩。對，這個也是一段時間不定期舉辦。基本上春夏秋比較會了，因為春夏秋的天氣比較穩定。比較好，對，在斯坦演出去聊，然後有看到一條相片哦，其實看到還蠻感人的，因為董太團呢，董演出去聊，其實是很多人一起的，而且董到生日呢，都會底下斯坦演順風皮蛋給的。然後長輩都笑得蠻開心的，對不對？這個時候算是人最多的時候。這是人最多的時候。就是長輩數最多，小朋友也是最多的時候。因為我們之前少的時候就是只有2個人送6戶嘛，3個人送6戶，然後到4、5個人送6戶10戶，然後最多大概就30個小朋友，20多個至30個，然後服務的長輩也大概就30位，所以出去大概就是。因為我們蠻注重就一個帶一個，一個帶一個。好可愛哦！對，這張照片好動人哦。那是我們團長，前團長。好可愛哦！這麼小就當團長了。
他那個時候剛當團長之後，國一而已。哦，國一，好厲害哦！故說，我知道一件事情咩，其實冇簡單，因為愛同斯坦人相處，就像我好了。其實我從細冇真正同阿公阿婆相處過。我就只有我外公同我相處到差不多小紅2年前聽聽，我冇太多同老人家相處的經驗。故說，我想來問一下，也得同長輩相處嘅，也得高長低度，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同也得學到的東西？有沒有一些特別的體悟，或者是一些讓你覺得英雄懂層面一點故事？好，我覺得跟長輩相處的話，基本上我覺得長輩就分2種，一種是他自己就很愛講，那個他就很簡單，你只要仔細的把他講的東西聽完，他就很開心了。然後情緒價值。沒錯。然後另外一種就是你要一直找話題去跟他聊，這種就比較困難，就是你可能要從就是一些我們想要知道的資訊，可能要從生活中去問他。比如說你的被子啊，最近有沒有暖啊？那你冬天穿什麼？那你今天那個出門比較冷，有沒有圍圍巾？他說沒有圍巾，他可能是沒有圍巾，或者是不想圍，就要去知道。那如果他可能是沒有圍巾，你就要幫他準備這個東西。對，就聊天的技巧大概是這樣子。那志寬哦，有英雄董成夫婦給亞斯泰尼蒙，他們在談過有類白鬍子爺爺的故事。就我們服務的過程，然後會有那個，就有一個爺爺，然後他就是為人很風趣這樣子，然後他就是獨居，對，然後我們都就會送東西給他，因為他很愛聊天，所以我們也喜歡跟他聊天這樣子。然後有一次他就跟我們講說，那個弟弟你們下個月都不要來，然後我們就說哈，弟弟生病然後去醫院了這樣，他說沒有，我要去北歐玩這樣子。然後我們就都很驚訝，說你哪來的錢去北歐？他就說他把他那個爸爸嗎還是誰，他們前面種一排樹全部砍掉拿去賣掉這樣子，然後他就拿那筆錢要去北歐玩，然後就說我就印象很深刻這樣子。就是學會到及時行樂，按用給感覺。差不多。是嗎？他賣了4顆還是5顆的大榕樹？大榕樹。是榕樹，好像是榕樹，然後就全部都賣掉，然後就有一筆錢。然後他那時候還買了當時 iPhone 6S 最新的6嗎？6S 那時候最新的啊，好可愛哦。故說其實都按用嘅相處的過程當中，沒有懂得自家做的學到的，有吧？也學到很多，自己也學到很多，或者是看到很多某 Q 用嘅人生的觀念。畢竟他們就是BN。多活了這麼多年的時間，故說給到跟人生的資費聽從必然喊卡多，故說還有多多感動人的故事同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啊！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個轉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苗栗三茶啊，32哦，沒講三茶。有隻所在有一類也就到溫馨廚房這個團體，也就一出啲嘅送同伴自家帶嘅，也係講困苦嘅，也就老人家。一次維修嘅14年安久嘅時間。一開始這個創辦的團長，還有一開始感應的夥伴志寬，其實都也他已經14年的時間。你們當然除了自己的工作跟時間以外，沒法轉去天數。聽說志寬現在有點像是指導老師的概念。我們都是啊，都是指導老師的概念，就等於講慶祝有個任務不用本聲音的年紀更小的小朋友來做了。其實你們好像很勇敢的把這些任務。本也得年紀喊卡誰給誰年來做從哦，對不對？一直想要鼓勵他們年輕的小朋友去做。好，基本上會變成這樣子。幾個原因，一開始因為我們一開始創始的人真的很少，所以就輪流當團長，一下我啊，輪流是，對，一下我的朋友啊，一下我弟啊，就輪流當來當去，然後呢，後面也是當到。一開始也就當到說要不要就換人當了，然後那時候剛好來一個國一的弟弟，他叫做耀宗，然後呢我們就說讓他來試試看，對，然後我們其實本來就只是試試看的心態，但沒想到他其實也還蠻願意的，然後呢其實他可以做的比我們想象中的都還要好，國一，對，然後他就從國一一路當到要上大學這樣子。
所以其實是講人家的信任他的，只要信任他們家的，其實做得做很多事情。而且你們好像也很願意去陪伴這些小朋友，因為一開始給感覺係愛去皮也得老人家啊，其實唔單槍，你們在這個過程當中，懂秋咩皮的也得小朋友慢慢的成長。那時候我們也就跟耀宗說，就是你想要辦什麼活動，想要做什麼就跟我們講，我們就盡量幫忙你，然後找資源這樣子。古時候一路參加嘅生意呢，從最小的曾經有幾多歲嘅最小。曾經最小是國小，但是我們後來都從國一才開始讓他們加入。但是曾經最小是國小生。不過其實就算喺國中一年生，其實佢哋年紀還係懂事。如果尤其人哋做嘅事情，可能愛落做下，可能愛徛倒的啊，可能愛去上茶出去啊，多多少少感覺會有一些些的危險性。在這種過程中，要怎麼確保他們任務的安全？基本上，我覺得就是安全的宣導啦。然後像是煮菜嘛，你菜要怎麼樣切才不會切到手？其實把安全的守則你遵守好，其實基本上是可以把風險去降低的。那包括你騎車，那就正常騎車，不要蛇行，戴安全帽，然後不要闖紅燈什麼。其實你在安全的範圍內，其實我覺得是可以把風險降到最低。真嘅，應該知道安永親後，古時候聽講係有動到係家長主動老生人呢送到溫馨廚房來的，家長主動把小孩送過來的是嗎？有，真的有蠻多的。耀宗也是，就是我們的那個剛才講的團長。然後後面有一任團長叫陳佑，也是，他也是家長，讓小朋友來的。一般來講，家長係希望生人呢學習到一些技能嗎？還是希望他們做得好心用板去關心陪你，所以把小孩子送來？原因不太，就每個都不太一樣哎。我舉例舉，耀宗是小的時候身體就不好，對，然後呢，他的奶奶就是希望他就是可以回饋社會這樣子，對。然後像是陳佑也是那時候好像。我聽說是生病比較嚴重，然後好像是他媽媽就有去說，就是如果上天還我這個小孩，我就讓他服務社會。對，好像有這兩個故事這樣。故事動到溫馨小孩來到溫馨廚房過後，這可能家長也是蠻開心，小孩有這樣子的改變的。家長支持很重要，像也有小孩想來，家長不支持，但是家長不支持，後面也就提早離開這樣。真的哦，就像志寬就會七家東兄而來，自己很想來，然後爸爸媽媽也懂支持你來。對。那爸爸媽媽有沒有看到你的改變？是不是聽說爸爸媽媽說你怎麼都在外面煮飯，沒有在家裡煮飯？我什麼在家裡都不幫忙煮飯。好，要開玩笑。其實我知道，做在去付出就會一件挺好的事情。真的啦，爸爸媽媽跟你開玩笑的啦。對啊，其實我知道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呀，歌唱當中，其實他剛會講，做嘛該按世界聲音呢，會想講，去犧牲自己的假日啊，會做按辛苦的事情。其實歌唱還是有很多很快樂的回憶的，對吧？在同儕之間一起玩的時候，比如說有沒有哪一些美好的記憶？志寬是騎腳踏車組、送餐組。對，美好的記憶。就我們每一周都會，我們自己青少年都會排像同樂會，然後就說下禮拜那個你們都會來好，那我們就帶撲克牌來，然後我們就開始學，可能學橋牌啊，然後說然後最近那個可能三國就是桌遊很紅，他說下禮拜通通一個都不准跑，然後全部都來玩桌遊。說就是空檔，對，任務的空檔。對，我們因為任務都會有大概兩三小時的空檔這樣子，雖然時間比較零碎，只就是會有空檔。那我們就是空檔的時候，我們就會玩那個什麼撲克牌啊、桌遊啊，然後桌球、籃球，我們都有在那個溫馨廚房就是玩過這樣子，都有打過。對，那個只要活動開始的時候，大家也都很認真，然後就馬上去支援活動這樣子。對，其實還有上傳去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童年回憶耶，對吧？基本上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尤其是最一開始人很少的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真的就是我跟革命情感，對，那個時候真的比較革命情感，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是人太少，所以我們是所有人一起做所有的事情。其實早期是沒有分組的，因為真的人太少，是所有人一起煮湯，一起分物資，一起送，而且那時候人少，還送到天黑過。然後現在因為小朋友人也比較多，所以會變成就可以分組，然後甚至現在我們長大了還可以開車，那個時候沒人開車就只能騎腳踏車這樣。鼓手都壓哈，當然俺知道壓件事情還挺辛苦，因為你們的人力當然要去蠻耐去請人嘛，錢俺們董兄弟其實這樣子的物資啊，這些物力這些物力都是哪裡來的？基本上就是我們有在地的政府，我們有申請過經費，然後還有在地的民間的團體或者是商家，或者是個人的都有。对，他們有些人可能會說，就是要捐款給溫馨廚房，包括我們這邊會有一些演講跟分享，然後我去講完之後也會有說，那不然這個就是給溫馨廚房的經費這樣子，對，都會有。然後包括也有送物資的。像之前也有人送過我們一些食材的，然後還有器具的，有送過電器的，然後還有送過就是比較特別的是三義有一個叫那個三代堂跟一個雞肉湯餐廳，對，好像有來過福氣來，有來過。他們就直接我們每一次的排骨，他們就幫我們直接叫送來我們這邊。哇，哎呦，真嘅係當年鄉下來做一件對社會好的事情，鼓手，像也着溫馨小孩，也着出社會過後，聽講咩係因為。我覺得一定有影響啦，在給他的做後生的時期，這一些過程，這一些回憶，我影響都給他的出社會做的事情。聽說有好多出社會也是在做回饋社會的事情。對啊，一定有影，就是絕對有影響。因為阿寬在加入溫馨廚房前，我從來沒聽過他說要當社工啊。但是他現在就在這些做社工，對啊，所以一定是有影響。而且志寬，你作為社工的工作心得，我知道上可以特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我現在在苗栗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工作這樣子。那我們工作性質就是管理整個苗栗市志工的安全，因為其實在做志願服務的過程中是風險高，所以我們要確保說每一個上面的單位都會幫你保險，對，然後讓你服務的過程中就是希望遇到任何的狀況都可以就是有一定的保障這樣子。然後我們會監督說每一個單位都要去幫你。看那個就是好好登錄那個時數，對，就是不希望你的努力然後被埋沒這樣子。對，鼓手，俺知道也咩係一件挺重要的事情，咩當感謝就是志寬就是在很努力的在推廣這件事情。鼓手，溫馨廚房做到也哈17年呢，也按久的時間，其實。高興現在算是指導老師，但是同時咩係創辦人，鼓手佢我有下一集團嘅任務。現在你傾向而在溫馨廚房做的事情，係希望佢變做一個社會嘅企業，想讓它變成一個社會企業。OK，基本上這個想法在大概5-6年前就有討論過了。那個時候就是希望溫馨廚房，那時候希望可以開成一家店。然後呢，這家店呢，就是我們的長輩來吃飯，當然我們就都不用錢。然後呢，他也可以有一個收入去支持溫馨廚房可以做得更多更大。因為其實我們在辦活動的時候，還是會出現，這個經費這一個活動只有多少，那我們從哪邊要省吃儉用，還缺多少要怎麼辦？我們還是會出現這個問題。但是我們能夠自己有經費去支持我們自己的活動的話呢，其實就可以不用擔心經費上面。所以未來希望可以有個店可以去營業。那目前也是因為經費的問題，所以我們只有產品而已，還沒有變成一家店這樣子。唐公目前是拉走中啊，前一步的第6樣前度後，由於咧這個苗栗的這個金市集啊，賣到懂後，賣槍，鼓手根本也冇辦法帶來。啊，不過迄個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想要來聽到想要來支持溫馨廚房的話，其實都做得請這個溫馨廚房的臉書，或者是會有賴的官方賬號，對不對？鼓手基本節目當中非常神夢兩位，我知道你們是熱血青年。感謝也都對於苗栗要在社會，韓國也都老人家的付出。每當神夢兩位今日來到電視機頭前來分享故事，神夢，謝謝。謝謝。每神夢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聽聽欣賞向下來做運動哦。